澳門金業同業工會於今日起一連3日對全澳參與計劃嘅共86間會員商號開展黃金城式普查計劃，旨在持續強化行業自律，維護消費者權益及會員商號利益，把關澳門黃金產品成色質量。普查採用先進貴金屬檢測儀器，對商家金飾產品進行無損性檢測。通過檢測，商號將獲頒2025黃金城式普查標誌。普查活動由高士德商號出發，經過高士德、由漢新村、黑沙環、新馬路、金光大道等商號抽取金飾測試。同行有經科局委派代表全程隨行監督指導。澳門金業同業工會理事長李居仁表示，本次普查延續2024年建立嘅雙重保障機制，進一步增強由澳旅客及本地消費者購買信心。從舊年開始，我哋加強咗每半年就抽查一次。上半年用呢個高科技儀器嚟去做一個無損性嘅一個檢測，亦都係幫助到我哋嘅行業啦，尤其是我哋嘅上游嘅產業鏈咧，就一個叫做成色嘅一個保障啦。由於我哋澳門而家有3000幾萬遊客，我哋都希望將呢個保障咧係俾到我哋呢個消費者市民。金業工會應繼續發揮引領作用，全力配合特區政府工作，堅持政府引導、行業自治、企業參與嘅3方協作機制，進一步強化行業質量認可體系。